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跨党派的立委集体收钱的弊案。经过53点钟的羁押庭，台北地方法院来公布着裁定的结果。除了涉嫌乌西的泰流的前董事长李兴良白手套郭启明收押禁见之外，另外这个涉嫌收钱的立委苏振清、廖国栋、陈超明以及2个办公室的助理，总共7个人，嘛拢收押禁见。那前立委徐永明以80万块来交保。另外，这件阳明山的公务案，赵正武以100万交保，伊的助理是收押禁见。双手铐掉的立委苏振清上警备车。来人，有没有收贿赂？廖国栋嘛靠手铐行上车，泰流前董事长李兴良甲立委陈超明嘛拢无面对镜头。委员，你在拘留室咆哮吗？立委接受乌西案件，经过5天4暝，马拉松式精神甲开庭。昨日7点4人坐警备车去台北看守所。徐永明是专案8名被告内面唯一被交保的，其他7个人拢都收押禁见。这些人都位居要职，会有相当财力或相当的影响力，而且他们的行为呢都非常的久远。那行为的内容也很复杂。那案情呢不明确，有毁案性的这个危险性很高。徐永明倾80万的交保金，总算离开法院。案情的部分我不能谈好，不过我绝对没有问题谢谢。要不我们讲一下清白的吗？听到交保的心情怎么样？因为从礼拜5早上到现在，真的很长，那真的谢谢大家。那回去休息一下。那关于非案情的部分，过几天沉淀以后再跟各位报告。这样，您觉得您对得起您的选民吗？谢谢，谢谢。53点钟马拉松式的问案，这是跨日头一个案例，声押收押立委嘛是历史上上济。针对所有案件，除了泰流前董事长李兴良，也有关键白手套郭启明涉嫌乌西以外，立委苏振清甲办公室主任伊学勇涉嫌收2000万，立委廖国栋甲伊办公室主任丁福华涉嫌收800万，立委陈超明涉嫌收600万，拢收押禁见。前立委徐永明是80万交保。被检察官指涉说有不法行为的时间点跟其他的被告不一样，就是他的时间点其实非常的接近，就是现在，所以在查案的方面可能也比较不会有那么的困难。有关阳明山蒙地案件，立委赵正武因伊的案情讲了有矛盾，法官考虑到检察官拢已经问过啊，有关伊的助理负责传销室已经收押，对着案情心理妨害性无遐大，所以讲赵正武以100万块交保。